嘅守門員啊 ，Sumi Chow 都係女子隊嘅成員之一嚟。咁啊，防守區嘅一個 face off 啦，喺 LW。face off 去咗左邊，仍然呢由阿 V 豪二啲嘅球員攞到波，嘗試傳去中間啊，可惜啦，俾10號嘅 Stell Yip 攞咗波，嘗試去中間做一個突破啊！中間面對住1對1嘅防守球員，咁一個 offside 啊，咁啊會喺 V 豪二啲嘅前場一個 face off。阿布達比一個大棍打咗入去前場嘅，咁啊仍然一個逼搶，咁啊但係打唔到前場，咁啊一個反擊啊嘅機會傳中，一個施射，咁啊俾守門員擋出，咁啊但係仍然係壓制住喺前半場，有喺龍門後面兩個一個波 check 啊，仲有就施射完全冇人喺中間，一個轉身射門啊，可惜斜出。LW 嘅後防啦，都唔係話咁啊又有一個挨成啦，咁啊都有幾次呢個阿布達比一個傳送嘅失誤啊，導致一個挨成。好，咁一個 face off，幾好攞到個波嘅，仍然喺前場，咁啊但係俾阿布達比嘅球員攞到，帶咗去右路入去，壓咗入去。但可惜做唔到個射門，但仍然保持諗住揾人傳啦。咁啊，但可惜失平衡跌低咗，但仍然喺龍門後面，因為球證吹罰咗一個犯規，一個 hooking 啊。咁就會係22號 Apple Wong，Apple Wong 攞一個 hooking 嘅，已經係5打5嘅情況嘅啦。咁啊，暫時比數都係0-0啊。一個重新組織攻勢啦，後防兩個 D 對 D pass 再入中，入咗之後咧會唔會有機會施射咧？想住喺中間啊，可惜啊，俾 LW 嘅防守球員啦將佢打走。咁頭先咧仲想讚一讚 LW 個 power play 啦，好似幾有 form 喎，但係咧可惜最後連幾次咧都係入唔到鬆去 set 好個 play 啊。呢個中間扭出嚟，依然係咧 LW 嘅一個反擊啦，但係咧傳送失誤咧又係啦。咁我哋睇得到咧。LW 咧，其實佢哋咧並唔係話冇呢個控球權嘅，只不過咧有幾次嘅機會啦，都係因為球員咧可能嘅接球失誤咧，令到將個控球權咧轉送翻俾翻 V 豪二啲。咁啊，而家到 V 豪二啲嘅 D to D pass 傳咗前場，又係一個失誤啊！咁啊，俾人攔截咗。一個個人突破過咗一個，但係仍然有隊友嘅接應，咁啊傳翻去後面嘅，但係一個逼搶，咁啊1對1嘅情況，咁啊去咗龍門後面睇下等隊友 support 嘅，傳咗去龍門口，咁啊彈咗上邊啊，咁啊守門員 cover 咗個 putt，咁會喺阿布達比一個前場一個 face off 嘅，好，咁啊仍然喺呢個阿布達比嘅防守區一個 face off，咁啊。傳俾中間啊，可惜啊，俾LW 嘅防守球員啊，Tyler Woods 中間瞓低擋住咗，咁個球咧仍然仲喺 V 豪二啲嘅棍下嘅，可惜啊，就喺下一秒俾人搶咗啦。吸翻嚟中間，傳翻俾中間呢度，雖然4個，但係咧仍然都係持球，哎呀，可惜啊，呢度有一個 offside 情況。 V 豪二啲嘅棍下，咁啊但係一個逼搶甩咗，但係好彩又有後衞去 cover 咗，板邊傳中。過咗一個啦，但係係啊，咁啊一個犯規啊，係阿布達比嘅防守球員一個 hooking 啊，睇翻慢鏡過咗去中間，哎呀勾住咗佢，係啦，咁就俾球證吹罰咗，咁啊 V 豪二呢？又會有一個2分鐘嘅人多打人少啊！咁同頭先嗰個差唔多啊，又係啦，一開始輸個 face off 又係有機會咧清走個波啦。
咁我哋頭先啦嗰2分鐘嘅 VO2 呢個 power play 啦，咁啊其實入鬆嗰個情況咧並唔係話太樂觀啦，因為好多時候啦入鬆之後咧 make 嘅 play 咧都未必可以 set 好個 play 咧，就已經俾人哋打走咗出去啦。咁我諗呢樣嘢要留意一下。呢個 face off 非常之搏命啊！傳過嚟呢度，中間一個施射，守門員啊 Sumi 最後啊做得非常之好啊，將個波咧控制到佢嗰頭後。呢度雖然啊打少一個，依然係非常之咁 aggressive 嘅 forecheck 啊，帶上嚟好啦，非常之哎呀可惜一個傳球失誤，又俾人哋又嘥咗30秒啦。嗱頭先已經講過啦，頭先已經發生過呢樣嘢咧，就係 VO2 啲咧個 power play break 啦並唔係做得非常好啊，所以咧有時咁我都會浪費咗時間啦。好呢度傳翻過嚟 Kira 5秒鐘啊，咁啊今次個 power play 咧就比較多入進攻嘅機會啦，睇得出。咁啊射門咧亦都多咗，但係雖然又多射門多咗，但係仍然未係好入肉啊，未係為咗 VO2 啲攞到一球入球啊。好呢度側邊傳翻嚟龍門後面一個可惜呢個咧一個控球失誤啊！30秒 RSD 攞咗波，保護俾上面打翻落嚟下面。呢度2個人進行科車，哇！非常之一個凌厲嘅轉身啊！喺2個人中間穿過，做個反擊，再10秒會做成點咧？喺側邊攞波轉身，會唔會揾人 support 佢咧？但係呢個 VO2 咧仍然係會有2個球員咧去埋身搶波啊！非常呢個判斷非常之咁我哋見到啦，始終比賽入到嚟第3節啦，雙方嘅球員咧都已經累積咗一定嘅疲勞啦。咁我哋見到個比賽嘅節奏咧，稍為有少少慢咗落嚟。咁其實咧，有時冰球比賽就係咁噶啦，睇下邊個可以堅持到最後，仍然可以保持到一開始嘅速度啊、節奏啊去打呢個比賽咧，咁就咧更加容易咧有優勢。咁啊睇到 Abu Dhabi 又係一個 man chase， 但係今次又係追唔到啊！咁樣嘅情況下咧，其實好消耗自己隊友體力，因為一追唔到咧就冇得換人咧，咁啊又要喺自己場區做一個防守啦。咁啊個 face off。咁兩次開咗去龍門後面，咁啊俾 VO2 啲傳咗去中間，咁啊可惜唔啱手射啊，咁啊出咗藍線，嘗試一個 regroup，咁啊但係個逼搶好強烈啊，咁啊仍然傳到出嚟嘅，去到藍線入咗去，咁喺板邊度，咁啊呢個位 turnover 非常之危險啊，所以咧都選擇咧將個波大力打翻落去嗰頭。呢度啊接到中間一個 one time 啊，可惜啊龍門反應非常之快。就係啦，喺龍門後面啊 VO2 啲嘅球員咧，嘗試揾下中間有咩傳送啊，但係咧 Abu Dhabi 咧絕對唔會俾你咁容易傳到中間嘅。呢個非常之美妙一個 toe drag，再一個射波，咁啊射咗上網頂啊，咁啊又個等緊去整停個波啦，然後等緊隊友去 support 嘅一個戰術啦。但係咧好可惜啊，仍然咧俾Abu Dhabi 嘅球員咧攞咗波，嘗試喺度撩高啦。因為有威脅啊，所以咧 VO2 啲嘅守門員咧都 Kira 咧都出嚟咧擋一擋個波。咁啊嘗試喺中間一個試射，但係可惜打唔中個波啊！咁樣一個反擊嘅機會，2打2啊！咁啊守門員準備定㗎啦，但係可惜射中後衞。咁啊嘗試一個 regroup，咁啊又係一個打上前場。咁啊，但係可惜又係送翻俾對手啊！咁啊 VO2 咁啊嘗試又係打翻上前場，咁啊雙方咧應該體力都開始下降啦。咁啊Abu Dhabi一個藍線前一個接咗個波，但係又係過唔到後衞啊！咁啊嘗試一個 cut back 傳咗去右邊一個施射，咁啊守門員擋出去咗龍門後面啊，嗰個 V 班 control 好好啊！咁啊〜一個 point shot 咁啊，俾守衞擋咗，咁啊嘗試一個反擊，2打3，咁啊77號，咁啊可惜過唔到後衞，仍然係，咁但係有隊友 support 嘅情況下，仍然壓制住對手，仍然喺藍線，哎呀咁啱漏咗個波出去，咁啊一個遠射，可惜唔中目標，但係喺另一邊出翻嚟。咁啊，傳去中間一個 toe drag 過咗傳波，咁啊，但係仍然係未命中目標啊！
咁啊見到啦 LW 嘅防守球員咧都好集中咧，你有自己鬆嘅中間咧，令到 Behold 二啲咧嘅防守球員啊，佢哋嘅 defense 喺上面有好多機會施射嘅。咁如果再咁嘅話咧，可能會有機會咧俾上面嘅球員咧射下所謂嘅 point shot 啦，令到得分嘅。咁呢度 LW 喺後面龍門後面咧。控咗波好耐都冇人過去搶個波，想嘗試做一個傳送啦，可惜咧傳咗俾對面 Behold 有一個反擊，轉過嚟左邊。雖然啦，我頭先咁講啦，即係 LW 嘅防守咧收得好埋啦，但係其實佢哋嘅反擊速度咧一啲都唔慢嘅，因為始終隊裏面咧有幾個咧溜冰係幾快嘅球員嘅，例如咧而家就係依家控緊波2號嘅泰活一個搞動作再施射。非常之輕巧嘅一個盤球啊！可惜咧，最後都係過唔到咧。守門員 Kira 一個 toe jab backhand forehand。咁頭先所講啦，就係佢哋咧反擊得非常之快嘅主要原因咧，就係隊中嗰幾個控球非常之快球員。呢度一射波，一個 V 棒。可惜咧，俾阿 Behold 二啲嘅人咧打出翻嚟一個好快嘅追勾，可惜啊！傳送咧有少失誤，唔緊要嘅。呢度咧攞翻3個球員呢邊，比較碰撞嘅情況之下，呢個波仍然落喺 LW。唔係喎，睇下喺邊度攞咗波，仲有一個反擊，帶過嚟一個3打3嘅情況，30秒 RSD 夾硬衝落去中間啊！可惜喺度幾下射門嘅情況下咧。都俾守門員嘅 Sumi 咧擋到波，又係一個好快嘅反擊機會，一個1打1，傳到側邊，再傳一個 backhand 但係射唔中啊，咁啊斜出咗，咁啊又去翻 Abu Dhabi 嘅後防區，咁啊一個 regroup，咁啊逼搶，咁啊 D 到 D pass，啊望準斜傳，但係又俾人截咗啊，咁啊因為有人隊友未出藍線，咁啊所以